跟这个司业是一样的，表面上看起来是不错，相处久了吧，闹心了。不过话都说到这儿了，我看卓家那公子和严家那公子都时常在你身边，有哪个是你中意的吗？他们俩啊，别，他俩。这么跟你说吧，这个妍妍呢，就好比这个蹄筋，皮是筋的，吃着吧挺累的，嚼久了还容易头疼。这骨头都没有了，这不还有个狮子头吗？有那个头。这啄脸就像烧鸡，皮脆肉滑，算得上是个好菜。不过我从小在塞外就常吃，吃着久了吧，天天吃也就无味了，也没有什么心动的感觉。阿奇这个比喻倒是挺有意思的。那云芝呢？如果云芝是可以考虑的人选，你会怎么形容她？司业。唐偶，唐偶是，你别看我们刚刚抢来抢去的，但你仔细一想，这个唐藕也就糖皮那一层比较好吃，里面吃久了吧也会觉得腻，跟这个司业是一样的，表面上看起来是不错，相处久了吧，闹心了。我们走。阿奇，你还真是个有趣的女子。感谢过奖。只是不知道，如果云芝知道你这么评价她，她会如何回应你？他不知道，他怎么能知道呢？这就我们两个。哎，请走。云芝，你也在啊？哦，司业，好巧，司业也在这儿吃饭，我跟兰姐也在这儿吃饭，这真是有缘，这都能遇见。司业刚刚在哪儿吃的饭？怎么没看到你？我就在你们隔壁。我说怎么没看到？这个墙应该是隔音的。哦，对了，我突然想起来，我有事儿，我先走了啊，麻烦司业送兰姐回去。哎，你有什么事儿？确实是有点急事儿，得马上回去。走了，司业。松脚，白石，在。松脚，我看近日桑家小姐读书颇为用功，松脚，以国子监的名义送一份唐偶到府上，犒劳犒劳桑小姐。是。